前膝疼痛嘅成因有好多，針對髕骨俗稱菠蘿蓋錯位嘅貼法，我哋會使用呢種方法去減少疼痛，同刺激四頭肌內側嘅運動。喺預備嘅時候，我哋個姿勢會有少少留意嘅地方，就係膝頭哥屈曲大概30度嘅。我哋嘅要預備嘅貼布係一張 I 型15cm 嘅 PA 貼布，同埋一張 Y 型25cm 嘅 PA 貼布。先將 I 型貼布嘅中間撕開，以30%嘅拉力拉開，喺膝頭哥外側推向內側。然後將 Y 型嘅貼布嘅頭部貼喺大腿中間，頭部係唔需要任何嘅拉力嘅。然後將分支以30%嘅拉力圍繞住大腿嘅內側，完成之後，用掌心喺貼布上面輕輕咁摩擦，直至發熱，令到貼布可以更加好咁固定喺皮膚上面。